来继续来看台中丰原一个男子，伫个公车顶涉嫌甲女学生性骚扰，伊用2手烧烤划迄个公车的条啊，甲女学生围离伊的胸坎前。民意代表接到家长的投诉，甲警方合作逮捕这个男子。讲这个不实的男子，为去年到今已经犯3件性骚扰的案件，嘛已经予警方移送法办。穿蓝衫的查甫人，两只手划公车内底的条画，画真暗，看起来是想要徛好在。不过，一位女学生就捡查甫人可条例，人去人的公车内底，要保持距离，虽然有难度，不过查甫人这个动作涉嫌性骚扰，已经予女学生真无爽快。不太舒服，甩开大家不要碰我，不好啊，不好。那会害怕、会担心吗？当然会啊。代志就发生伫咧台中市丰原区，昨下晡放学时间，民代接到家长投诉，讲这个查甫人会伫咧学生下课时间伫咧学校路口乱说，佫会对学生做伙上车，上车了后挑工嫌公车的条款，甲女学生嫌条例。后面这个嫌疑犯呢，用双手站在那正后方，几乎是零距离的环抱，然后靠在这个女同学的身上。经过警察调查，这位47岁严先生是一位性骚扰的惯犯，为去年到今已经犯3件性骚扰。当场查获1名男子涉嫌对1名未成年女性乘客有不当的行为，被害人当场依性骚扰防治法提出申诉。警察伫咧现场，甲涉嫌性骚扰的严先生登去派出所，进行过以性骚扰防治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